隨住人口快速增長，公共交通嘅覆蓋仲需要進一步提升。不過，從地理位置嚟睇，Surrey 憑住佢得天獨厚嘅優勢，已經逐步蛻變成為大溫地區嘅重要交通樞紐。Surrey 嘅地理位置真係有唔少優勢，例如去溫哥華國際機場都只需30分鐘，去 White Rock 只需25分鐘，就算去美國邊境都係25分鐘左右。呢啲地理優勢唔單止方便咗居民出行，更吸引咗唔少企業進駐。而家嘅 Surrey SkyTrain 系統已經係連接溫哥華地區嘅交通命脈。展望未來， SkyTrain Expo 線延伸項目會係 Surrey 城市發展嘅一個重要推動力。呢個項目預計喺2029年完工，落成之後會吸引到更多高密度住宅同商業項目嘅建設，為 Surrey 帶嚟更多嘅投資機會。至於 Rapid Bus 系統都不斷更新，現有嘅路線已經覆蓋到 Surrey 同周邊城市嘅主要交通樞紐。未來仲會新增更多路線，進一步連接 Surrey 市中心同埋其他鄰近城市。Surrey 嘅基建發展其實唔止咁簡單，城市內部而家加速推進緊一系列基礎設施項目，好似社區中心嘅擴建、新公園建設、文化康樂設施嘅升級，仲有 Central City 購物中心嘅翻新計劃。同時間，主要道路例如 Fraser Highway 同 King George Boulevard 嘅擴建工程都進行緊。加上 Surrey 嘅3個車站仲被溫哥華政府劃入咗交通導向區，呢啲區域會以 SkyTrain 車站為中心，融合高密度住宅、零售、商業同公共設施，成為 Surrey 城市規劃嘅核心地段。隨住呢啲計劃逐步落成， Surrey 將會成為大溫地區一個重要嘅交通樞紐。如果大家想知更多加拿大樓市動向，歡迎隨時揾我哋了解更多。